大举朗读千家诗，我稍微推广协会制作王叔良音图，英才文教基金会赞助，全版作者雷钦。错万地动水万碧，山寒落日侵寒意。牧童归去行牛背，端着武枪信口吹。翻开古典的诗词，仔细呢该探索，等会发现一件真趣味的话题。清朝的皇帝乾隆呢，虽然留下真多诗作，也毋过呢，无一首互人记得牢。宋朝的雷震生平呢，并无详细记载，伊历来诗集呢，嘛敢若留一首尔。凡是读过的人，无不记忆良深，赞声不断。这是功夫下得深，一首胜万金。这首诗头前两句描述农村拄要暗的景色，后面两句呢带来生动的画面，前后搭配，敢若像一幅春晚的景观，自然淳朴，清新脱俗。头一句错万地动水万碧，伫一句当中呢，连用两字万，对强调讲今年雨水真充足，农作物丰收是可以来预料的。这个碧呢是古汉语，嘛是台语以前常常用的名词，即码呢用改成地动来代替。以前有蚕就有碧，碧都是用来灌溉，嘛是做囡仔难忘回忆的好所在。山寒落日侵寒意，点明伫要暗的时阵，太阳西对，好像被山头含伫口中，夕阳已飞，浸沉伫水面，碧的水泡耀眼夺目，美不胜收。随后呢，以牧童归去行牛背，将水力按迄个顺利的背景呢，带上牛的脚趾片顶横坐顶头的牧童，搁再将牧童的身上呢，引向伊信口随应短的品仔，迄个无板无聊的品仔声呢，嘹亮随风飘散山野，为远村加添无比的安详自乐。这首诗题非常的平凡，但是描写却是悠然超然、世外桃源般的画面。无论是色彩搭配，或者是主题背景的布局，拢非常的协和。而且呢，迄个画中之景、画外之声，更使人悠然自得、美好的感受。莫怪呢，无板无聊的品仔声，也成为天籁之音。来，咱搁再来复诵一遍：错万地动水万碧，山寒落日侵寒意。牧童归去行牛背，端着武枪信口吹。千家诗小研究，一史讲强进修，读书快乐哦。